天空上佈滿明星，就好似我哋人生有唔同嘅出路。不過只要我哋細心觀察，就會揾到一粒永遠喺北方嘅星，帶領我哋尋找新嘅方向。粒星叫北極星，又名叫 Polaris。只要每個人都向住一個目標奮鬥，再難嘅目標都能夠達成。我係會長譚浩景。只要向住標杆直跑，我相信總有一日可以捉緊夢想。我係外務副會長林曉欣。我相信只要我喺場地身上花更多嘅時間，他日喺呢一方面一定有所成就。我係內務副會長鄭曉欣。音樂可以喺每一個嘅地方，而夢想可以喺每一個人嘅身上。唔知你又揾到你嘅夢想未呢？我係常務秘書黃卓麟。做到最好，他日一定會有好嘅成就。我係常務秘書李卓琳。認真計好每一條數，正如人生行好每一步路。我係財務秘書鍾宇陽。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係學術及文化秘書鍾靜欣。我相信如果我再努力啲練習，日後我就會畫得到更多更靚嘅畫。我係藝術秘書楊海琳。無論人哋點樣去質疑你，你都要相信自己。我係藝術秘書潘子穎。遇到挫折，只要唔放棄，調整心態以及努力練習，一定會得到成功。我係體育秘書伍中慧。唔怕失敗，勇往直前就會成功。我係體育秘書吳仲庭。細心觀察學校每一個角落，去尋找每一個服務同學嘅機會。我係福利秘書李允儀。雖然我唔係完美，但我希望做事可以做到盡善盡美。我係福利秘書關曉琳。每次練習講稿演講別有進步。我係宣傳盧仲恩。保持聯絡，確保服務我哋嘅同學。我係聯絡李永樂。Find your destination beyond imagination. Support us. We are Polaris. 請支持2號候選內閣，極度。